地图像极生化5万点 JPG。天既成地既立，万物齐备，东土地无人烟，缺少女男，天地既成，万物亦齐备。这就是上天亦称娑婆世界、贪苦世界、苦海、此岸、东土等等名称，不一而足。这世界被创立之后，尚无人烟，缺少男女，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。那时桀为母，我无奈之土方舍我有六子七将凡间，由于天地有定数，子会开天，丑会辟地，寅会需要有人降生。时机已至，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，才舍下皇母之有6元胎国子，一齐降临凡间，接受种种历练，屡次的差援国东土，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置番，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援国子下凡降临东土，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，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。无奈何为我造下血救3山波洪罪了菩萨佛，身在无可奈何之下，老母娘只好造下铁酒，在3山坡洪罪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，设一个大天池其来洗澡，趁机会添衣携收回礼。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天池，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，趁机会将大家的添衣添鞋都收回礼。天众佛子就醒来，不见母面，又不见添衣鞋，可在哪边？众佛子就醒之后，天见不到老母娘，又不见添衣添鞋，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，众等速东奔，莫要再怜老母娘，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，故而心中